想当年拜别岳父去金陵，和三女儿杨三春的唱段与官人专程拜寿心意诚。秦腔是一门古老的戏曲剧种，诞生于三秦大地，流传于西北五省。其高亢的唱腔、丰富的曲牌、众多的剧目，不知迷倒多少痴情的观众。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团是秦腔后起之秀，它肩负着秦腔艺术薪火相传的重任。
其强大的阵容、亮丽的风采、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让我们感受到了秦腔艺术正以年轻一代的新鲜血液，托举起文化传承的新希望。接下来，请欣赏由优秀青年演员2023黄河流域戏曲演出季表演艺术传承英才王平为我们带来《舞女拜寿》中三女儿杨三春的唱段《花树同源不同根》。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创建于1984年，是中国当代最具特色的女子越剧表演团体。历年来，小百花锐意进取，不断创新，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演剧风格。寓青春靓丽于艺术创新之中，赋古典戏曲以现代舞台综合美感，这就是小百花越剧团的艺术特色。接下来，请欣赏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优秀青年演员、浙江省新松计划银奖得主徐红为我们带来《舞女拜寿》中二女儿杨双桃的唱段：数月来，思念双亲，珠泪抛。俗话说呀，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舞女拜寿呢，念的就是这个家庭伦理、世道、人心。40年来了，全国各地的这个剧种的青年演员呢，都在这部戏里走出励志成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由河南省豫剧院青年团演员苏应勇为大家带来的豫剧《杨基康》《夏朝堂》《魂魄散》《水清山岛》。
一声既不相等，当听那些呀，吓死了！吓死了！一到本章不要紧，转送自己命一条，他只怕难免换海浪淘气。亲族最难找，最难找。舞女拜寿，角色行当齐全，流派精彩纷呈，演员青春靓丽。他以一场寿宴的始末，讲述了家庭伦理道德的故事，倡导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他带观众朋友们历尽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颂扬了忠义温良的真善美，抨击了趋炎附势的假恶丑。其中关于孝悌，更是发人深省。这出戏历经时间考验、岁月磨砺，常演常新。接下来，请欣赏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文华奖得主张艺清为我们带来舞女拜寿中翠云的唱段《送别小姐泪难忍》。
在《舞女拜寿》问世40周年，10大剧种共唱经典的温情时刻，让我们深切怀念剧作家顾惜东伯伯。顾伯伯是我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元老功臣，他为扶持小百花、培养新一代剧作人才，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不仅为小百花创作出了《舞女拜寿》这样的经典力作，更是为小百花编写了《汉宫怨》《汉武兴邦》《陆游与唐婉》《唐伯虎落地》等等等等佳作。其中《陆游与唐婉》更是获得了国家舞台艺术10大精品工程剧目。顾伯伯一生创作上演了60余部剧目、5部电影，以及戏曲曲艺理论文章200余篇，为积极推动中国戏曲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亲爱的顾伯伯，您所钟爱的戏曲艺术必将在中华大地发扬光大，您用生命融入的戏曲艺术必将在世界舞台绽放传扬。顾伯伯，我们深深怀念您。亲爱的朋友们，江南的美丽越剧，从当年闯荡上海滩的小歌班、男班艺人，到异军突起的女子科班，再从20世纪40年代的改革风潮，到流派精彩纷呈、男女合演，现如今越剧花儿们已是姹紫嫣红。接下来，请欣赏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国家1级演员李肖文、国家2级演员夏意义联袂为我们带来《舞女拜寿》中大女儿杨元芳的唱段，痛断肝肠忙下跪和大女婿于志云的唱腔，你怎能颠倒黑白胡乱讲？
起来，听我说话。起来。娘子，你怎能颠倒和他胡乱讲？年小过本是当朝堂中良，杨继人受不是皇子本，他才是奸臣没有好下场。你父亲想着为民本有才，我常是虽然与他遭祸殃，可知我要拜面相做你父啊，到来早比我更为栋梁。允许你回家去应付这了，送他们作为官船走他乡。有人说啊，舞女拜寿至于小百花，相当于那茶馆至于北京人艺。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黄梅戏。黄梅戏呀，淳朴流畅，明快抒情，婉转清丽，朗朗上口。一曲脍炙人口的《天仙配》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接下来，请欣赏由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国家一级演员为我们带来的是舞女拜寿当中翠云的唱段，是什么呢？落难异乡心惨戚。有请王慧君。
千里头亲亲不认，孤苦飘零把深情。老爷夫人。天津评剧院多年来致力于剧目建设、人才培养和演出市场的开拓，始终坚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和二位方向，坚持剧目题材多样化，戏曲、古装戏和现代戏并举，使经典的剧目层出不穷。接下来，请欣赏由国家一级演员王小玲为我们带来《舞女拜寿》当中翠云的唱段《落难异乡心惨凄》。
一个唱段呢，有3个剧种不同的演绎，它彰显着中华戏曲的多彩魅力。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广东粤剧《翠云》，表演者是有国家一级演员朱红心，他演唱的是《双风吹四刀裂》。戏曲艺术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与积淀，它是一座架起过去与现在、传承与创新的桥梁。虽然当今社会娱乐方式日新月异，但戏曲艺术却历久弥新。它不仅能够带给人们以欢乐，更能够传承文化、涵养道德、开拓视野、陶冶情操，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与气质，更能够增强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加入到弘扬中国戏曲的队伍中来，让我们全身而行，为戏曲艺术担当，代代相传，继往开来。我们坚信中国戏曲必将迎来更加璀璨而又辉煌的明天。让我们一起加油，好吗？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我们精彩继续。为大家献上的是我们中国最年轻的剧种曲剧。虽然它诞生的时间不足100年，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欣赏价值，迅速地成为河南第2大剧种。接下来，请欣赏由国家2级演员、河南曲剧10大新秀之一牛艳荣为我们带来《舞女拜寿》中三女儿杨三春的唱段。大雪层层压屋顶。说方阵阵靠柴门，靠柴门。草堂萋萋多惆怅，愁绪欲断根。双栖梦远漂泊，何处去？何处去？愿苍天，愿苍天多保佑。双栖。
一剧之本40年，时至今日呢，舞女拜寿啊，它依然焕发出永不凋落的恒久生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洋剧，由扬州市洋剧研究所尤佳丽为大家表演的是舞女拜寿选段《奉汤》。秦姑娘，芳心和下曾温润江堂，真理思念竟成为这家中。独着无依，兄长健康无小心。奉少明大天津坡上解放，我在路上见你昏昏倒在地，正经的冰天雪地受风光，天主有人相救你。我哪顾得，哪顾得言语之间有大方。这错堂是我嫂嫂一人做，求你来与他结婚也无妨。娘啊，不知你因何浪了娘，四处漂流去何方？从两宋开始，浙江就是中国戏曲桑梓之乡。自南戏滥觞、高腔恶云、乱弹绕梁、弹簧悠扬，千百年来，数十个剧种在浙江这片肥沃的戏曲土壤斑斓登场，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而粤剧作为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抒情柔美，浪漫缠绵，极具江南灵秀之气，极具东方美学力量，在当今文化多样性以及与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当中，具有中国歌剧式的永恒魅力。接下来，请欣赏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文华奖得主蔡浙飞和优秀青年演员、浙江省新松计划粤美中华金奖得主李云霄联袂为我们带来舞女拜寿选段《奉汤》。
舞女拜寿啊，从上世纪80年代起呢，就先后被各个剧种啊移植改编。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欣赏苏州市苏剧团的国家2级演员陈丽妍要为我们表演的是舞女拜寿选段《哭别》。的
在舞女拜寿问世40周年之际，国家京剧院把这部著名剧作家顾惜东先生的经典代表力作移植改编成同名京剧。京剧《舞女拜寿》作为国家京剧院的重点演出剧目，既是剧院百日集训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与首演同日成立的国家京剧院青年团的开团大戏。接下来，请欣赏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文华奖得主田磊为我们带来《舞女拜寿》中杨继康的唱段《哭别》。人我杨继康一生为官，孝心谨慎，养大了5个女儿，是举义成家。本当告老还乡，不想跻身堂弟怒斥严嵩，我也受此牵连，身上将我血之为民，支持了京城，如今只剩下这条老命，是指望投奔亲生女儿，万不想，万不想是亲生不仁，敢吃门的枪，也罢。打起精神，纵然是千难万苦千难，也要将这鬼门关来闯上一闯，也绝不与那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一当。是可恨，那许兵荒心丧可恨，亲生忘恩没良，
黄河这家，自尝好一次丧家之犬母，下场活该我，活该我堂口这无为荒唐。我怎能俯首求宽谅？我怎能就反手刀枪？我怎能地位这界之间当叛徒为宗武，张张于红色？戏曲是古老的，历经千年而不衰；戏曲是未来，传承发展，继往开来。舞女拜寿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是一群人的情怀。情怀不老，弦歌不辍。最后，让我们有请2019小百花班的学生们为我们合唱《岁寒芳之松柏卷》。
方知松柏贱，情深和睦笑开颜。今夜晚10大剧种舞女拜寿，各美其美，构成了美美与共的戏曲百花园，塑造了和而不同的戏曲人物群像，真可谓是异彩纷呈。让我们一起践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攀登文化高峰、珍创文化精品而共同努力。新一代的戏曲人正在逐梦前行，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可敬、可信、可爱的中国形象。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剧之本40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0个剧种的演唱会到这里就圆满的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亲爱的朋友们，祝你们晚安。亲爱的朋友们，再见！再见。把声音带给你，是浙江小百花；把回忆带给你，是故乡的小百花。把祝福